年初一，祝大家蛇年身體健康，事事如意。嗱，屬蛇朋友嚟到蛇年呢，即係本命年。犯本命年嘅話，中國人話一喜擋三災，無喜是非來。太歲當頭坐，無喜必有禍。犯太歲嘅年份呢，如果有傳統嘅大喜事沖喜，包括住結婚、添丁、買樓，當然係最好啦。冇嘅話就要預咗呢年呢變化比較多咯。好在我哋都有吉星照住，有歲駕星。歲駕係代表皇帝出巡嘅星啦。有呢個星嘅話呢，其實今年嘅事業運表現仍然係唔錯噶。仲有一個吉星叫天解星，天解係解決困難嘅星。其實咧佢就半吉半凶嘅。換句話說，我哋會先難後易，做嘢要俾多少少耐性。而凶星方面，我哋有劍鋒星，係容易受傷整親啊。開車嘅朋友要注意一下。我建議今年呢就馱一個雞形加一個牛形嘅飾物，咁就自然可以平平安安啦。嚟到屬馬嘅朋友啦，嗱，屬馬嘅朋友喺一個年份相當唔錯喎。我哋有太陽星、文昌星。太陽係一個照遠處嘅星，如果做生意嘅朋友可以拓展一啲海外市場。而太陽係男性貴人星嚟㗎，有呢個星，如果你做嘅生意係同男士有關，譬如男士嘅服裝啦、汽車啦、音響啦，呢啲以男性嘅顧客為主咧，可以話係財源滾滾嘅。而文昌星顧名思義係讀書、考試、晉升特別好，把握呢個年份嘅機會，等自己喺事業上更上一層樓啦。至於天空係天馬行空、想像力豐富嘅星，而天廚係好多人請你食飯啦。今年屬馬嘅單身女仔容易遇到合適嘅對象，因為太陽係男性貴人啊嘛。但係要留心，因為有咸池桃花係一個短暫嘅桃花。喺呢個年份入邊呢，我哋要睇清楚先好開始呢段感情啦。既然有文昌星，將富貴竹擺喺西面，自然步步高升啦。嗱，屬羊嘅朋友嚟到蛇年呢，冇衝冇合，算係平穩嘅。不過可惜咧，今年並冇吉星照住啊！冇吉星照住咧，就要有心理準備，喺呢年份入邊咧，要親力親為啦。傳統上冇吉星照咧，就要借對宮嘅星過嚟啦。借過嚟嘅星得3成嘅力量，我哋借到屬牛嘅華蓋星。華蓋本身係藝術才華嘅星嚟嘅，有呢個星嘅話，如果你做開創作嘅嘢，譬如寫下劇本啊，又或者嚟講咧寫文章啦，做一啲嘅廣告創作啦，都係靈感不絕，相當之唔錯嘅。但係如果你要做一啲見人嘅工作，華蓋呢個星本身係代表住藝術啦、宗教啦，係的而且確唔係好利人際關係噶。其實華蓋就係以前皇帝出巡嘅一個羅傘，代表住好靚，有啲孤芳自賞。喺呢個年份入邊，我哋注意下人際關係，可以擺放一啲紫晶，令自己嘅財運同埋人際關係好啲噶。至於屬猴嘅朋友嚟到蛇年呢，就特別少少啦。因為猴同蛇本身係好朋友嚟嘅，佢係合太歲，但係當中又有啲矛盾，佢加埋刑太歲同埋破太歲，關係咧就比較複雜。尤其是屋企老人家嘅健康，我哋要多啲注意一下，可以幫佢哋少少裝修或者換下家私，係提升家宅運嘅最好做法。今年嘅吉星有天月貴人星、太陰星同埋歲合星。天月係貴人，太陰係女性貴人，所以屬猴嘅男仔喺呢個年份入邊呢，容易遇到一啲大過自己少少嘅女仔。如果你唔介意姊弟戀，呢段感情係可以開始噶。要提防嘅咧就有冠朔星同埋勾神星，有呢兩粒星要注意一下金錢上嘅瓜葛。整體嚟講，始終都係犯太歲，我哋塗一個鼠形加一個龍形嘅飾物，咁自然全年係可以平平安安啦。嗱，屬雞嘅朋友嚟到成年相當唔錯啊！我哋有好多吉星照住，有三台星、將星同埋地帶星。三台好似樓梯階咁，代表住步步高升啊！有呢個星，無論喺財運上，又或者感情上，又或者喺事業上，我哋都有進步。另外仲有將星，係領導才能嘅星。如果你係做一啲紀律部隊，又或者管理階層呢，都能夠發揮你嘅領導才能噶。至於地解星係代表搬遷啊，無論係工作上或者住嘅地方，今年都可能會遇到一個變化嘅情況噶。咁整體上事業運就係向上噶啦，唯一要小心呢，我哋就有五鬼星同埋官符星。官符當然係代表住一啲嘅官非訴訟啦。咁所以我哋喺呢個年份入邊要睇清楚文件合約方面嘅嘢噃。我建議把握呢個事業上升運嘅年份，放一個大嘅印章喺書台度，咁就自然可以步步高升啦。
至於屬狗嘅朋友，嚟到蛇年呢，終於擺脫咗犯太歲嘅年份啦。狗連續犯咗2年嘅太歲，一年合太歲，一年係沖太歲。喺我哋嚟講呢，今年係個重新開始嘅年份。而好多屬狗嘅朋友喺龍年係曾經經過一啲嘅離離合合啊。我哋今年有紅鸞星，紅鸞顧名思義係一個桃花星，尤其是喺龍年分咗手嘅朋友呢，咁就可以有一啲新嘅對象重新開始啦。另外有月德星同埋唐符星，貴人運同埋事業運都相當之唔錯噶。但係結咗婚嘅朋友就唔好對人太熱情啦，因為紅鸞係桃花星，容易引發三角關係噶。至於凶星方面，我哋注意有小耗星，係細嘅破財星，破下歡喜財，做下善事自然好。我建議喺東邊放一啲果實類嘅植物，咁就自然喜慶運更加可以加強啦。屬豬嘅朋友嚟到蛇年，你要有心理準備。12生肖之中，你係變化最多，因為你係沖太歲。當然，如果有傳統嘅大喜事沖喜，結婚、添丁、買樓，咁係最好啦，將犯太歲唔好嘅嘢都減低咗。冇大喜事嘅話，我哋就要有心理準備，變化比較多啦。喺呢個年份入邊，好彩我哋都有吉星照住，有國印星。國印係掌管權力嘅歲印啦，代表住事業運仍然係向好嘅。另外有驛馬星，顧名思義，代表住走動。今年真係宜動不宜靜，多啲走動，事業上出差，感情上多啲走動一下，容易遇到一啲合適嘅對象。但係凶星方面，我哋由於有大耗星，代表容易破財，投資投機方面一定要非常小心。另外欄杆係代表困難重重啊，有呢個星嘅話咧，我哋做嘢俾多少少耐性，建議塗一個兔形加羊形嘅飾物，咁就自然平平安安啦。至於屬鼠嘅朋友，恭喜你啊！喺蛇年入邊咧，12生肖之中咧係數1數2咁好，因為你有好多大嘅吉星照住，仲有一啲強而有力嘅貴人。我哋有紫微星、龍德星係大嘅貴人星，仲有玉堂星。玉堂顧名思義，代表金玉滿堂，所以喺呢個年份入邊咧，財運係相當唔錯嘅。同埋我哋有強而有力嘅貴人照應住，我哋用自己嘅人脈關係去賺錢，今年似乎係唔難嘅噃。要留心嘅咧就有暴敗星，暴敗係代表住3間窮5間闊，起落比較大，所以喺呢個年份入邊，雖然話財運容易，但係都要小心啲，見好就收。同時咧，過咗蛇年咧，老鼠咧就係沖太歲嘅馬年啦。喺呢個年份入邊咧，我哋就要小心啲啦。所以到咗第4季就要謹慎啲。咁同時喺西南邊能夠放個金元寶，自然財運好啲啦。屬牛朋友嚟到蛇年咧，算係平穩嘅。牛同蛇本身都算係好朋友，係一個半合嘅生肖，所以你同太歲係一半相合嘅話，自然做嘢順利啲啦。但係喺吉星方面，我哋只有華蓋星。華蓋本身係藝術才華嘅星，如果係做一啲藝術工作或者創作工作，相當唔錯。因為華蓋係皇帝出巡時嘅一把羅傘，咁佢好靚，大家都會仰望你。基本上嚟講咧，呢個星咧係有啲所謂孤芳自賞同埋獨行獨斷，係不利桃花嘅星嚟嘅。咁所以屬牛嘅朋友喺呢個年份入邊，如果你本身係拍緊拖嘅，可以話係原地踏步；如果本身係單身嘅咧，相對上嚟講咧就未必遇到一啲合適嘅對象。我哋把心力咧投放喺多啲事業上，反而係更好。咁喺呢個年份入邊，我哋有白虎星，遇到嘅女仔可能脾氣唔好，同埋容易受傷。我建議放一個銅製嘅龍龜，保保健康啦。至於屬老虎嘅朋友咧，嚟到蛇年係輕微嘅犯太歲，佢包括住刑太歲同埋害太歲。害即係遭人陷害啊！今年咧要小心小人。同埋刑太歲嘅年份咧，膝頭哥腰骨係容易受傷，我哋一定要注意健康。吉星方面有福星，好在自己嘅心態咧就幾開心嘅今年。另外有天德8座，咁都係一啲貴人星同埋開心嘅星。雖然話係犯太歲，好在你自己咧喺一個好樂觀嘅情緒之下咧，自然影響比較少啦。凶星方面，因為有卷舌星，係是非口舌星嚟噶，盡量今年咧就唔好做咁多中間人角色嘅嘢，又或者排難解紛嘅工作啦，容易咧好心做壞事，人哋會埋怨你噶。喺呢個情況之下，我建議咧塗一個馬形加個狗形嘅飾物，作為保平安同
埋令自己嘅人際關係好啲啦。屬兔嘅朋友嚟到蛇年呢，終於擺脫咗2年嘅犯太歲啦。兔年嘅時間，你哋犯本命年，嚟到龍年有輕微嘅犯太歲。今年係一個重新開始嘅年份，各方面都穩定啲啦。我哋有6分呢個吉星照住，6分係代表咩呢？朝廷嘅俸祿，即係話升職加人工喺呢個年份入邊咧，應該冇難度嘅。同埋咧，如果係想考啲嘅升職試，又或者轉換一下工作，今年都係一個合適嘅時機嚟噶。要小心咧，我哋就有天狗、吊客同埋災煞呢一類嘅凶星。呢一類嘅凶星係代表住出門嘅驚嚇啊！如果要出差又或者去旅行嘅朋友咧，今年記得要小心財物啦。同時嚟講咧，出咗門之後咧，唔好參加一啲危險嘅戶外活動，咁我哋先可以平平安安。建議我哋喺屋企，尤其是玄關嘅位置擺放馬形嘅擺設，自然就可以出入平安啦。嚟到屬龍嘅朋友啦，嗱，屬龍嘅朋友離開咗本命年，我哋犯完太歲啦。今年係一個開心嘅年份，我哋有天喜星。龍嘅朋友好多時喺龍年可能經歷咗一啲嘅離離合合，當然亦有朋友結咗婚啦。結咗婚嘅今年有天喜星，即係一個添丁嘅年份。分咗手嘅朋友，今年有天喜星係一個重新開始，喺感情運上、桃花運上相當唔錯嘅年份，好好把握一下咯。天喜亦都代表住喜事重重啊！今年係好多飲宴，好多朋友有喜事，單身一族可能喺啲喜宴入邊揾到你合適嘅對象噶。至於凶星方面，由於有病符星，注意身體健康，傷風感冒同埋有少少嘅壓力，我建議喺床頭放一個白玉葫蘆，保保平安啦。